仲等，再等就真係執輸行頭慘過敗家啦。2026年嘅財政預算案啱啱先至熱辣辣出爐，大家最關心嘅肯定係政府點樣回水，點樣派錢法。我今日唔同你講埋啲虛火嘅嘢，我直接同你拆解2026年最新嘅派錢大計。如果你或者你屋企老人家有領緊長生津、綜援或者生果金，恭喜晒，今年又係有雙糧收。但係你記住，唔係坐喺度等就一定有啲申請期限你一錯過咗，分分鐘損失幾千甚至幾皮嘢。聽清楚啦，我依家就由最重要嘅部分開始講起，逐個項目同你計清楚，等你可以喺2026年賺到盡。講到派錢，大家最期待嘅梗係嗰份額外津貼，即係我哋俗稱嘅雙糧。2026年度嘅預算案入面，政府明確表示會向領取社會保障金額嘅人士發放多1個月嘅津貼。呢度包括咗邊幾類人呢？聽好啦，係包括咗綜援、高齡津貼，即係生果金、長者生活津貼、長生津，仲有傷殘津貼。簡單啲講，如果你依家係領緊呢幾樣嘢其中之一，你喺今年年中左右，戶口就會突然多咗一筆錢，金額就係同你平時每個月領取嘅基本金額一樣。我哋先嚟睇下長生津，呢個係影響最多香港老人家嘅項目。依家喺2026年，長者生活津貼已經全面合併咗，唔再分咩高額定普通額。只要你係年滿65歲嘅香港居民，入息同資產唔超過限額，每個月就可以攞到4000幾蚊。如果你今年咁啱到咗65歲，或者你身邊有長輩啱啱過咗65歲生日，你一定要即刻幫佢去社署遞表。點解？因為呢份雙糧係應人不應期，只要你喺指定嘅截止日期前申請成功，你就有份攞埋嗰個月嘅額外津貼。好多老友記以為要等政府寄信嚟，唔係㗎，你要主動出擊。如果你係領緊生果金，即係高齡津貼，呢個就係俾70歲或以上嘅老人家。生果金雖然金額冇長生津咁多，每個月大約係1600幾蚊，但係勝在唔使審查入息資產。只要你踏入70歲嗰一日，你就係合資格人士。2026年嘅雙糧安排同樣涵蓋生果金，即係話70歲以上嘅老友記，今年有1個月可以攞到3000幾蚊。雖然1000幾百蚊好似唔係好多，但係攞嚟飲下茶、買下補品，絕對係政府俾大家嘅一份心意。再嚟講講綜援，呢個部分嘅金額變動就比較大。2026年因為通脹調整，綜援嘅標準金額都有所調升。如果你係單身老人家或者係失去工作能力嘅人士，綜援嘅基本金加上各種補助金，每個月都有一筆穩定嘅生活費。而家加碼派多1個月，對好多基層家庭嚟講，真係及時雨。例如一個4口之家，如果全家都係領緊綜援，呢份雙糧分分鐘過萬蚊。呢筆錢點樣用？我建議大家先留返一部分應付嚟緊嘅水電煤開支，因為2026年嘅能源價格都唔穩定。雖然政府有電費補貼，但係自己荷包有錢始終安心啲。講到申請日期，呢份係大家一定要攞筆記低嘅重點。好多人問，到底呢個日期前申請係邊一日？根據往年經驗同埋2026年嘅行政時間表，如果你係新申請人，你必須要喺預算案撥款條例草案通過之前，或者喺政府公布嘅特定基準日前已經生效緊個案，先至可以攞到嗰個月嘅額外津貼。通常呢個日子會定喺5月或者6月左右。如果你依家啱啱夠歲數，或者資產啱啱降到符合要求，你今日、聽日就要去辦手續，千祈唔好拖到6月、7月，到時過咗火位，你就只能夠眼巴巴睇住人哋出雙糧，自己就攞得返普通嗰份。大家要注意，2026年嘅資產限額係有微調嘅。對於長生津嚟講，單身人士嘅資產限額大約係39萬幾，夫婦就係59萬幾。好多老人家好擔心，話我銀行有40萬喎，咁係咪冇得攞？其實你可以計下，有啲保險嘅現金價值或者你自住嘅物業係唔計入資產㗎。如果你真係只係超咗少少，其實可以考慮下買啲醫療保險，
或者預先支付一啲必要開支，令到資產符合要求。呢個唔係教你出貓，而係合法合規咁運用政策去改善生活。除咗呢三項大嘢，2026年仲有一項好緊要嘅津貼，就係在職家庭津貼職津。如果你係後生仔女，或者係中年嘅打工仔，你覺得上面啲福利好似唔關你事？錯啦，職津喺2026年都加碼咗，只要你係有做嘢，每月工時達到一定時數，家庭入息又符合要求，你就可以申請。職津最高額嘅津貼分鐘每個月有幾千蚊，如果你屋企有小朋友，每一名合資格兒童仲有額外津貼。今年嘅雙糧安排同樣會延伸到職津申請人，即係話，如果你過去呢半年都有一直報開職津，你今年都會收到一筆過嘅額外款項。呢筆錢對於要供樓、供書教學嘅家長嚟講，絕對可以減輕唔少壓力。我喺度要特別提醒一啲剛到歲數嘅朋友，香港依家老化人口嚴重，好多人喺2026年剛好踏入60歲、65歲或者70歲。60歲係一個關口，因為你可以攞到樂悠卡，享受2蚊搭車優惠。65歲係另一個關口，你可以申請長生津，70歲就係生果金。唔好以為政府會自動轉賬俾你啊，除了少數情況外，大部分都要你親身或者郵寄去社署交表。我見過好多個案，有位伯伯明明67歲，佢一直以為要70歲先有錢攞，結果白白損失咗2年幾嘅長生津，計埋成10幾萬。大家睇緊呢段嘢嘅時候，快啲諗下身邊嘅長輩，幫佢哋 check 下。2026年嘅經濟環境雖然話係復甦緊，但係大家嘅生活成本都高咗好多。出外食餐飯都要50、60蚊，仲未計交通費。所以政府呢次派錢，雖然唔係每人派1萬蚊消費券，但係針對性咁幫基層、老人家同埋弱勢社群，其實係更加精準。有啲人會話點解唔派消費券？其實今年政府嘅策略係保民生、促消費，透過增加津貼，等有需要嘅人可以將錢用喺最實際嘅地方。另外，大家唔好忽略咗電費補貼同埋差餉寬減。喺2026年，政府繼續會向每個電力住宅戶口提供補貼。雖然金額未必可以 cover 晒你全屋嘅冷氣費，但係對於住喺公屋或者小單位嘅家庭嚟講，每個月減返幾百蚊電費，積少成多都好有用。差餉方面，頭2季都會有寬減，上限大約係1000蚊。如果你係業主，記得睇清楚張單，通常佢會自動扣除。我再同大家深挖一下申請流程嘅細節。好多老友記最驚寫字，最驚填表。其實依家2026年，社署嘅網頁已經做得好方便，你可以網上下載表格，甚至有啲區議員辦事處或者長者中心都可以幫手填。申請長生津嘅時候，最緊要係準備好銀行存摺、身份證副本同埋過去1-2年嘅入息證明。如果你係自僱人士或者已經退休，就更加簡單，只要填份申報表就得。記住，填表最緊要老實，唔好諗住瞞報資產，因為社署真係會同銀行、保險公司對數。一旦被發現瞞報，唔單止要退還所有錢，仲可能會惹上官非，真係得不償失。講到2026年嘅社會福利，我仲想提傷殘津貼。有啲人以為一定要斷手斷腳先叫傷殘，其實唔係。如果你有長期病患，例如嚴重嘅心臟病、呼吸系統疾病，甚至係某啲精神健康問題，只要經過醫生證明你嘅功能受損程度符合要求，你一樣可以申請傷殘津貼。傷殘津貼同樣有分普通額同埋高額，而且呢項津貼係唔使審查入息資產嘅。今年雙糧一樣有份，所以如果你身體有啲長期唔舒服，嚴重影響到生活，不妨揾醫生寫封轉介信去社署問下。大家可能會問，點解我要咁強調2026年呢個時間點？因為今年嘅財政預算案係喺一個好關鍵嘅轉折期公布，政府要平衡赤字同埋民生開支，所以今年嘅派錢大計可以話係有增無減，但係更加精準。如果你錯過咗今年呢波加碼，
下次仲會唔會有雙糧就真係無人知。加上今年行政效率提升咗，好多審批都會快咗。我喺呢度同大家計條數，假設你係一位65歲嘅單身老人家，你依家申請長生津，每個月攞4000幾，今年有雙糧，即係你一年可以攞到13個月嘅錢，加埋埋，你一年可以從政府嗰度攞到超過55000蚊。如果你住喺公屋，租金又相對平，呢5萬幾蚊其實已經可以保障到你基本嘅尊嚴生活。如果再加上你平日省吃儉用，或者仔女有俾少少家用，其實晚年生活可以過得幾舒心。對於後生一輩，你哋可能覺得呢啲錢好似同你哋無關，但係你要諗下，如果你嘅父母可以攞到呢啲津貼，其實係減輕咗你哋嘅供養負擔。我見過好多後生仔，又要供樓又要養仔，仲要每個月俾幾千蚊父母做零用，壓力大到爆。如果你幫父母申請咗呢啲合法福利，父母荷包多咗錢，佢哋開心之餘，你嘅心理壓力同財政負擔都會減少。所以唔好懶，呢個星期六日返去探父母嘅時候，順便幫佢哋 check 下啲存摺同表格。仲有一點，2026年嘅申請流程入面多咗一個自動續期嘅機制，但係呢個只係針對已經攞緊嘅人。如果你係搬咗屋或者家庭成員變動，你一定要主動同社署講。如果你搬咗去大屋，或者資產因為賣樓突然多咗幾百萬，你唔申報而繼續領取，咁就係犯法。反之，如果你之前因為資產超標而停咗領取，但係因為今年股票市場波動或者醫療開支大咗，令到你資產跌返落限額以下，你要重新申請，錢係唔會自動返嚟你袋㗎。講返個截止日期，雖然政府通常會喺5、6月左右發放雙糧，但係審批過程往往需要1個月到3個月。所以如果你想穩陣啲喺出糧日就收到錢，你最好喺3月底、4月初就要交表。咁樣等到預算案正式通過，撥款落到社署嘅時候，你個個案已經係 active 生效中，咁樣就可以即刻同步收到嗰份額外津貼。2026年嘅派錢大計，其實反映咗香港社會嘅一個現狀，福利雖然好，但係門檻都要睇得好緊。大家喺申請嘅過程中，如果遇到任何困難，千萬唔好聽信外面啲咩保險中介或者非法顧問話幫你轉移資產，嗰啲全部都係騙案。有問題直接去社署辦事處，入面嘅社工雖然忙，但係佢哋會俾到最準確嘅資訊你。我今日講咗咁多，重點其實只有3個。第一，2026年有雙糧、長生津、生果金、綜援、傷殘津貼、職津通通有份。第二，資產入息限額有更新，記得對清楚自己係咪合資格。第三，申請要趁早，最好喺4月前搞掂，確保自己喺基準日前已經入咗系統。如果你仲有啲咩唔明白，或者唔確定自己個 case 符唔符合要求，我建議你依家就攞部電話出嚟，打去社署嘅熱線或者去佢哋個網站睇下。2026年係大家要學識精打細算嘅一年。政府既然公布咗呢個派錢大計，我哋作為市民就要清清楚楚咁去領取我哋應得嘅福利。我再補充少少關於職津嘅部分，因為好多人忽略咗。2026年職津嘅入息上限其實放寬咗唔少，對好多中低收入嘅小家庭嚟講，以前可能超標少少，今年可能就符合資格。例如一個3人家庭，如果兩公婆加埋人工係2萬幾蚊，以前可能攞唔到全額，今年可能可以攞到更多。而且職津係半年報一次數，如果你過去嗰半年工時多咗，記住要報足。呢啲錢加埋埋，可能夠你帶屋企人去轉短途旅行，或者買部新電腦俾小朋友返學用。最後，我想同大家講，錢雖然唔係萬能，但係喺2026年呢個環境下，有政府嘅津貼墊底，心入面始終會踏實啲。無論你係老人家定係後生仔，都要對呢啲資訊保持敏銳。香港人最叻就係靈活應變，面對新嘅政策，我哋要第一時間消化，第一時間行動。記住，我頭先講嗰個日子4月。
如果你身邊仲有人唔知2026年度有呢啲加碼優惠，快啲將呢啲資訊話俾佢哋聽。尤其係啲住得比較偏遠或者少睇新聞嘅老人家，佢哋最需要我哋去提醒。唔好等到人哋都收咗錢，你先嚟問點解我冇嘅，到時就真係後悔莫及啦。講到呢度，大家應該對2026年嘅派錢大計有個好清晰嘅藍圖。由長生津到綜援，由生果金到積津，每一分一毫都係大家嘅血汗錢，都係政府嘅承諾。只要你跟住我講嘅步驟去做，準時交表，保持誠實，呢筆加碼嘅雙糧就一定可以落到你個袋。2026年，希望大家都可以財源廣進，生活愉快，最緊要係身體健康。有咗健康，呢啲錢先至用得開心。如果你仲有任何細節想知，例如某個特定資產計唔計，或者某種入息點申報，你可以隨時再揾我，我會繼續為大家拆解最新嘅政策。大家記得，機會係留俾有準備嘅人，派錢都係一樣。今日就去幫父母，或者幫自己檢查一下申請進度啦。唔好再等啦，即刻行動！